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讲起着属灵的家里的第一个属性，就是基督精兵。今仔咱要来看第二个属性，就是运动员。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赏赐你的话予阮，让诚做阮生活的准则，予阮的行为会通有一个标准，会通激励阮、帮助阮，伫奔走天路的过程中间有目标，会当实践。我也确信你的话充满气力，会当赏赐阮力量，互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面对真侪挑战。主啊，阮这个时刻要来领受你的话，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完全接受，而且完全相信，而且会当完全实践。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保罗伫伊的批信中间，常常用运动员，也是讲运动比赛来做比喻。因为伫当时阵，运动比赛是一个真重要的社交活动，大多数的人拢会参与哦，毋是干那参与比赛，有时会去观看比赛。真侪大的城市拢会定期举办这运动会。上较出名的当然就是伫雅典举行的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伫哥林多城嘛有瑞士2档一变的这大型的运动会。所以用这个做譬喻的时阵读批的人一读会当了解保罗要表达的意思。咱今日要透过咱所读的这2段经文来学习，咱伫奔走天路的过程中间，免啊诚做上帝所欢喜属灵的运动员。到底属灵的运动员应该爱有什么款的学习，伊会得到什么款的报酬？这是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首先，咱来看一个属灵的运动员一定要接受磨练。保罗伊安尼讲，伊讲每一个运动员接受严格训练，为着要争取迄个会腐烂的冠冕。但是咱所求的却是迄个未腐坏的冠冕。伫这个大型运动会中间，运动员透过比赛来夺出奖牌啊！因得到的奖牌就是用这树叶所编织的这个桂冠。伫伫头壳顶，打伫的时阵真青真水，但是咱知影。这树叶边呢，过2天3天1礼拜了后，伊就会枯干去。所以保罗来讲，迄叫做会腐烂的冠冕。但是保罗另外提醒咱每一个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咱也要用同款比赛的精神来夺取来自上帝的奖赏。这奖赏是未朽烂的冠冕。所以第一项，保罗讲，每一个运动员接受严格训练，就是咱大家拢知，要做一个优秀的运动员，特别是职业的运动员，除了你天生的运势以外，你必须要去接受真严格的操练，你才能维持迄个技术甲力量去参加比赛。我才有一个这个美国的职棒大联盟棒球选手的普通大约的1天的训练啦大家来看卖咱真紧来看过。5点半起床，6点半开始做运动这运动就是小可身体动一下有时是这5000公尺的这慢跑，还是讲200公尺的间歇跑。等等，这个一个较轻度的训练，
然后6:45结束，就去洗身躯、食早顿。然后8:30开始做第一阶段的训练，这段阶段的训练是强化你的体能，可能爱做真侪只运动甲练习。然后11:30第一阶段的训练结束，会当休困，食中昼顿。到2点，第二阶段的训练嘛是强化体能，这体能根据人的情形无共款。但是有真侪无共款的训练，一直到下晡5点，第二阶段的训练结束休困。5:30食饭，7点佫开始做第三阶段的训练，是强化你这肌肉的力量，重量训练等等，耐力的训练等等，一直到暗时9点，第三阶段的训练结束。这是比赛的时间，因为根据安尼大约是安尼去调整，然后10点开始休困。我常常咱拢真心想讲，这职业选手因领薪水真悬嘛我迄阵看电视因咧讲球的时阵看因讲伫咧运动场的顶面拢表演了真轻松，要接球、要传球拢真轻松看因拢不时咧配喙烂我安尼配喙烂，让领遐侪钱其实毋是安尼啦，因背后的训练是咱所毋知影的。为什么要做即款的操练？就是利用这个操练，将咱人的潜能来激发出来，互人会当保持一个巅峰的状况，才能应付这么强度的这个比赛。咱做熟练的囝儿甲查某囝，咱伫信用成长的过程中间，你嘛爱经过严格的操练啊。我毋知大家够认真咧操练咱的信用无？咱伫各方面，伫信用顶面，无论是祈祷，无论是读圣经，拢爱有目标会去磨练，拢爱是为着要得到迄个永远袂朽烂的奖赏来受训练。所以你有排你熟练理路的这个日程表，你逐工有计划，但是咱有时计划咱拢袂当持续对无？你若去看你家己的日记啦咱毋知有写日记的习惯。我迄阵咧看我的日记写第一篇拢写讲，我对今仔开始要认真写日记过无偌久讲，我今仔开始绝对要认真写日记也是讲我立志我要逐工安怎读圣经，安怎，逐工拢咧立志啊。属灵儿女的日程表是讲我下载要早倒，对无？第一天会使，第二天有哪会使？我拢照迄每日亮光新眼光的读经安尼进行。第三天、第四天了的，哇，困过头，所以不要紧，来留做暗倒来做中昼讲我特别想要为着错牧师来禁食祈祷所以中昼决定禁食祈祷，到2点的时阵，哇，巴肚伤枵去食2块鸡卵糕，讲时间已经过即摆禁食的时间已经过会偷食者不要紧。到暗倒的时间，讲上帝我今仔伤忝我倒伫门床顶祈祷祈祷2句我困去，起来的时阵拢阿门我做通宵的祈祷。咱若用这种态度咧操练咱家己，咱是免去烧战，咱是免去运动比赛，咱是免伫这个黑暗的世代中间维持咱的信仰生活。所以，亲爱兄弟姐，咱还会记住，咱是基督精兵，要去征战，咱是掠鱼人，要去得到人，哪亲像得到鱼。咱是伫迄个奔走天路顶面要比赛，你无好好磨练，无好好训练，明仔成做好的战士、好的掠鱼的好运动员。所以每一样伫献身服侍的人，拢必须要接受严格的训练。
要担任牧师，就必须要读神学院，经过神学院毕业了，再去教会内底3档的这个训练，传道书的训练，然后通过了，才有资格当做牧师。伫教会中间要司琴的人，嘛爱真认真练琴。咱圣歌队要献美好的诗歌给上帝，嘛爱经过不断的伫老师的指导下面，好好来操练。这拢是咱操练到尾啊，变得咱生命中间的一部分啊。所以牧师要勉励大家，真正爱真严肃去面对这个问题。咱好好来做严格的操练。啊，要安怎严格操练？有一个要紧的意识，你要了解，就是爱自律啊，爱律己语言爱控制家己啊。不如讲我严格对付家己的身体，为着要完全控制伊，免伫我叫人参加比赛，家己反倒转被淘汰。不如伊讲，咱伫奔走天路的顶面拢咧比赛，我叫人爱尽量去参加比赛，结果有可能我家己放松去，我就去互淘汰。所以讲，伊严格对付家己的身体，为着要完全控制伊啊。做一个运动员爱严格要求家己，啥物代志会当做，啥物代志袂当做，拢爱家己控制好势。若过头放纵，就一时啊体能就差去啊。咱拢知影呐，运动员毋知影准则，毋知影自律，真紧体能就衰退去啊。咱遮有一个日本的棒球明星叫铃木一郎伊伫美国20档的职业生涯中间，只有一遍因为胃溃疡进入伤兵的名单啦伊捌安尼讲，伊讲我领球团即款的薪水，我都应该有义务互家己的身体保持健康，所以过着真规律的生活。伊连做代志用啥物手做，拢爱规定因为惊迄手受到伤害。比赛进程伊家己有一套练习的流程，严格的自律，就是互伊的职业生涯会当延长，伫球场顶面会当保持上介好的状态。真侪人讲哇，铃木一郎伊是棒球天才。伊讲，伊安尼表示讲，我从来袂认为我是天才，因为只要你知影我是用偌济时间去练习，用偌济时间去准备，你就袂有即款想法。我表示讲，伊除了有上帝予伊的恩赐以外，伊是真用心咧努力咧拍拼咧维持家己的运动生涯较长淡薄啊。最近前几天退休的网球选手费德勒，伊会当维持20几档的职业生涯，靠的就是自律嘛，严格控制家己，因的体重袂当增加1分，袂当减1分，爱保持上介好的体能。这是咱一般人毋知影。牧师毋是要夸口，我当初高中若是游泳队的我常常训练家己的，迄阵体格袂歹，结果上大学了无注意保养我就自带泳圈啦游泳圈就带伫身躯顶一放松去，体能就衰退，都无去啊。所以做熟练的儿女，咱爱安怎？咱嘛伫敬虔顶面爱严格要求家己，不如讲锻炼身体。利益较少，独独敬虔，凡事拢有利益，因为有今生甲来生的应允。不如讲操练身体是真好的代志，但是操练敬虔对你的生命更较有利益，因为伊带有今生甲来生的应允。所以咱毋通家己称做基督徒尔，
较要紧是你要食做什么款的基督徒。咱来食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才会当合乎上帝的心意。什么是敬虔？敬虔就指将家己完全献给上帝，活出一种互上帝欢喜的生命，完全我靠上帝，分别为圣的人。敬虔是一种生活，毋是嘴里咧讲的，包含尊敬上帝，包含听别人，包含你的思想、态度、行为，目的就是要学习耶稣。所以敬虔是需要操练的。所以保罗个人爱操练敬虔啊，操练到尾，伊会变做你生命的一部分，变你生活的习惯。安尼才会当伫基督内底敬虔度日，而且享受上帝互敬虔的人的祝福。这点咱一定要理解，一定要严格要求家己，互迄个敬虔变做你生命的一部分。第三，一个运动员爱遵守规矩。保罗讲，一个伫比赛的人，伫比赛的时阵，无遵守规矩，就袂当得奖。意思是讲，有严格操练，也需要伫比赛中间遵守规矩，才能得到胜利。咱拢知影，有一寡运动员，伊为着要追求更较好的状态，伊就使用禁药。虽然用禁药会当互家己得到较好的成绩，互家己体能较好，但是一旦被发现，用取消奖牌，伊所有的成绩嘛拢无被承认，而且会去用踢笑，因为这是无名誉的代志嘛。因为毋是靠家己的实力打拼得来的成绩，是别人所看袂起的。咱最近看各地咧选举的中间，有一寡各党派候选人拢传出无论是论文还是研究报告，去人抄袭的这新闻，真正互人感觉真失望甲厌恶。因为毋是靠实力按照规矩争取来，无论是奖牌还是学位，拢是无名誉的。所以相反，基督徒嘛爱遵守规矩。要遵守什么款的规矩？毋是人定的规矩，是上帝的真理。为什么基督徒爱遵守真理？有两个理由。第一是表示咱敬畏上帝，表示你真正相信咱的上帝是各真各活的上帝，而且时刻咧监察咱的上帝。所以咱遵守上帝和咱的规矩，表示咱相信上帝咧掌管一切，万事伊拢知。第二，咱若遵守规矩，会当成做一个见证，因为基督徒遵守上帝的真理，会当成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咱实践上帝互咱的仁爱甲公义，伫众人的面前表现出来，互人会当将荣光归予上帝。所以遵守规矩对咱来讲也是非常重要。运动员的第四项，我需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爱尽家己的气力啊，尽其在我。保罗安尼讲，你一定知影，伫运动场顶面跑走的人真济，但是只有一个得奖，所以你乃抱着夺标的心来走，爱用得胜的心来走。咱来理解，咱是要夺标，咱毋是陪跑的，咱毋是去参加好佚佗的。信仰这条路，毋是讲好佚佗，咱去参加，毋是安尼。咱是爱有得胜的欲望，是爱全力以赴的。其实，牧师过去就甲伊讲过，上帝知影咱的一切，伊对咱要求的只是咱尽啊，爱尽。所以圣经中讲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所以咱服侍的路面也是安尼吼，咱爱有一个目标。保罗讲有一个目标，然后往迄个所在的标去跑走，伊拍每一棍拢无要落空，因为迄是上帝呼召伊的。既然
咱受呼召，咱袂通拒绝呼召。既然被呼召，咱就爱尽力，毋是有做就好，马马虎虎、应付应付，是爱尽力来做。咱要做就做上好诶。最近各团体、各单位拢咧改选，咱中间嘛有真侪是教会中级小组长。我毋知影大家敢有即款诶心志。你受选诚做即个责任，你敢有即个心志讲，我要做有史以来上年教会上介好诶母咪团契诶会长，母咪诗班诶团长，你敢有即个心志？虽然过去诶人做了真好，但是我要做比较好，因为我要夺标啦，我要得到胜利。我要尽我的气力完成上帝交代我的。我毋知影大家敢有即款的心志。若有即款的心志，你就要对上帝回应出来。如果咱若愿意安尼尽咱的气力，我相信上帝会感纳。最后一项，咱看见着做一个运动员，其实追求的就是迄个荣耀的冠冕。一般的运动员，伊会当得到奖牌，会当得到迄个荣耀。但是咱所追求的是迄个袂腐烂的冠冕，这是上帝为着咱备办的荣耀。所以，伫人生的跑走的过程中间，伫天路跑走的过程中间，咱确实有一天，当咱进咱跑走的路站的时阵。迄挺好咱的，就是迄个荣耀的冠冕。我需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人的故事，伊捌用拍做电影，叫做《火战车》，但是迄个火战车呢，描述伊前半段的生涯，无需要来重点看伊后半段。这个人叫做李艾瑞，这是伊的中文名。伊是出世伫1902年出世伫中国啊，伊是英国人，为什么出世伫中国？因为伊的老爸老母拢是英国伦敦册会的宣教师，被派去到中国去做宣教师服侍。伊伫即个中国的期间，生了即个李艾瑞吼。伊自细汉伊就有一个真好的一个运势，就是伊走了真紧啊。伫教育5岁，拢伫中国成长。5岁的时阵，伊老爸就想要送伊等于英国受英国的教育。所以因就要准备等于苏格兰的时阵，伊伫报纸顶面读到有一个运动选手伫苏格兰的运动选手得到这个奥运会的400米的银牌这个5岁的这个李艾瑞就问伊的老爸讲：“爸爸，敢是从来无有苏格兰人得到过金牌吗？”伊的老爸来点头讲：“无毋对，苏格兰从来毋捌得到过金牌。但是艾瑞，我来讲，有得到奖牌，毋是上较要紧的，上较要紧的是你安怎走你人生的路程。所以老爸就拍开圣经来讲，恁着安尼走，通互恁得到奖赏。这李艾瑞真聪明，伊就讲：爸爸，我知是天顶的奖赏。后来伊就等于到苏格兰读册，伫完成大学的这个专业是化学。当时也参加校园内底真侪运动，伊是因球队的队长，等等真侪拢表现了真好。特别伊伫迄个短跑顶面有真大的运势伊迄个时阵捌用9.7秒创下英国100米毋是讲100公尺100米的短跑的纪录所以迄个时阵差不多是人讲世界走了上紧的人所以英国就要派伊参加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大家拢相信讲伊伫100米的这短跑
应该是安那，一定会得奖的吼，特别是一定会得金牌吼，因为当时无人会当走遐紧吼。但是因为这比赛吼安排伫预赛安排伫即个礼拜日举行，李艾瑞为了持守伊的信仰吼，伊坚持要参加主日礼拜，无要去比赛，所以决定退出比赛。哇！伊这个举动吼，引起当时英国的报纸吼，变做头条新闻啦吼。英国的包含这皇室啊、政要啦、奥委会吼，拢对伊提出压力，甚至有人讲伊是宗教狂吼。但是伊也是教育的艺术吼，无要伫礼拜日比赛吼。后来因伫参赛的过程中间，伊一个队友吼，拢共田径队，就将伊400公尺迄个名额，互伊去比赛。无想到伊原本地拢毋捌走过400公尺，无想到伊伫400公尺的比赛中间，毋单单得到金牌，佮创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伊的世界纪录保持30几档。但是牧师要讲的是，伊了后，伊这时阵得到奥运的金牌，照理讲是全国出名的人士，佮加上伊的专业，伫国家一定有真好的发展。但是伊做一个决定，伊决定要跟对伊爸爸妈妈的脚步，去甲中国宣教。所以1920年，就是伊得到金牌的第2档，伊就去到中国，伫中国。一方面宣教，一方面做老师、教科学、教体育。后来，咱知影中国甲日本相战，日本将当时阵伫中国所有的宣教师，拢来放伫迄个集中营内底，山东的集中营。所以伊就伫集中营内底受苦18个月，营内环境真恶劣，生活真艰苦。但是伊伫遐永远咧鼓励伫迄集中营中间所有的人去照顾因，去来关心，甲因分享福音。甚至我看到一个记载讲，伊将迄个奥运比赛迄双鞋啊，对来讲是一个真珍贵的物件吼。伊送互甲伊关做伙伫集中营的一个人，人讲哎呀，宝贵的物件，你较要送伊。伊讲，伊实在无忍心看伊迄人烫车骹咧工作，所以把迄个物件送互伊。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听的人。但是真可惜，伫第2届世界大战要结束前几个月吼，伊也伫集中营中间，伊就破病死伫迄个集中营内底，享年43岁。当然，咱咧看伊的生涯，确实真毋值。会当有遐尼好的成就的人，竟然安尼40几岁就过身去。但总是咱看伊整个生命咧跑走的过程中间，伊是尽力到尾，到落尾一个困苦的环境中间，伊悠然接受上帝交代伊的使命。我确信，当伊真跑走的路站了后，已经得到迄个荣耀的冠冕。这荣耀的冠冕是这世间所有的荣耀无法度代替。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受呼召，诚做上帝囝儿甲查某囝，咱应该爱诚做一个属灵的运动员，伫上帝国奔走天路的过程中间，咱互相鼓励，尽力来跑走。有一天，咱也要得到相款的荣耀，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诚做阮生命的帮助。主啊，阮愿意诚做一个属灵的运动员，求你垂听阮，互阮当严格操练过种自律。我靠上帝的生活，用我的生命来为你做见证，
我也确信有荣耀的冠冕在天下万。我们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